那是與人類極為相似的惡魔。不如我哋周圍揾下線索。好。腦城大人與愚蠢的叛徒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我哋嘅祖先住喺某個地方。到得腦城大人嘅交匯，大家都過得非常之幸福。然而，有一個忘記咗呢個恩情嘅愚者出現咗，佢愛上咗一個人類。呢個愚者將我哋所有嘅秘密都話晒俾呢個男人聽。聽到呢個故事嘅人類襲擊咗我哋嘅國家，我哋毫無反擊之力，被打到七零八落。腦城大人對呢個愛上咗人類嘅愚蠢叛徒感到非常之憤怒，仲對佢落咗可怕嘅詛咒。將被詛咒嘅孩子種喺叛徒嘅身上，被詛咒嘅孩子將會喺叛徒嘅腹中無限生長，直到撐爆母體嘅腹部出生，而母親亦都會死於呢一種肉體嘅衝擊。呢一個詛咒嘅可怕之處在於，被詛咒嘅孩子亦都會落得同母親一樣嘅下場。一個被詛咒嘅孩子會懷上一個被詛咒嘅孩子而死，佢哋將會係一個永遠傳承詛咒嘅一族。被詛咒嘅孩子仲有一個特點，就係天生會同嗰啲醜陋嘅人類有住相似嘅樣貌。直到佢哋嘅肚爆裂而死之前，佢哋將會作為我哋嘅奴隸被侍役。佢哋一族嘅不幸，先至係佢哋存在嘅意義。呢個就係忤逆腦城大人嘅結果。腦城大人將會不滅不休咁樣一直詛咒住佢哋。感謝腦城大人。感謝腦城大人，感謝腦城大人，感謝腦城大人。呢個故事真係奇怪。仲有呢一份啊！所有人都死晒，唔知道咩時候我哋被侵略咗，要盡快完成開發。哇，好迷啊！全部都好迷啊！Siro，嗰個咩嚟㗎？而家 Halloween 啲裝飾咁逼真嘅啊！話說嗰部電腦要用 QR code 先至可以登入到。等我試下先。咦，係噃！我哋試下張卡。我哋試下佢。阿布變身，人類命運，仲有用完即殺，異星人力量，狂氣，失去理智，早月亮博士嘅私人房間。我哋下個目的地就係佢啦！私人房間會有啲咩呢？出發，下一站，早月女博士嘅私人房間。